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利用这短暂的时间，给各位大家分享师父的想法。这一章的内容告诉大家，持戒的秘诀是真实不虚的，因为有戒才有定，有定才有慧，这是佛陀特别交代的戒定慧，我们都清楚。但是持戒里面最重要的秘诀，它的诀窍在哪里？就是要真实不虚，我实实在在，表里如一，心口一致。如果你能够这样，你的戒就非常圆满了。你身体不要去做坏，嘴巴不要说坏，你的意念想法不要去想坏，那么这样你真真实实的没有一点虚伪，这叫做持戒的秘诀。念佛的秘诀在哪里呀？是心口皆佛了。你的口嘴巴一定要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嘴巴能念佛，心呢要像佛心一样，要有慈悲善良，要平等的心，不记恨不记仇，然后我也不报复，我不担忧不忧虑。你如果能够这样，这个是我们念佛的秘诀。除了口会念佛以外，你的心要像佛一样，能够包容大众，能够成就别人，随时随地让别人幸福快乐，不单单只是考虑自己的需求，能够完全以大众的立场来好好为他设想，这个叫做佛心。我们要用佛心。人我的秘诀是你对我错了，人跟人之间，我跟别人之间要相处，怎么才能愉快？怎么才能合作无间？怎么才能够融洽，不会发生冲撞冲突？这个最主要的是你本身一定要时时刻刻认定你对我错，我们不要去挑别人毛病，不要去批评别人。那这样你每一次都尊重别人的时候，你对我错了，错的是我个人，马上就检讨，马上就退后一步，这样你就海阔天空，你我之间就会相处得非常的融洽和谐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法喜的秘诀是在哪里？佛法的喜悦是什么？法是告诉我们大众所有的众生，你一定要了解世间的真相，要看清楚这个世间的内幕。你要知道，因为佛已经清楚的指点了，很透彻的告诉你一句话：世间的色相，所有看到的这些景象都是虚妄的，它是不实在，妄就是假的嘛。所以你不要贪求，不要执着，不要去追求它，这样你能够放下自在，什么东西不要计较了，能够看得开，你就能够无挂无碍，轻松自在。这个就告诉你怎么样得到法喜的秘诀，那样一个幸福跟快乐就在放下跟自在。这简单的几句话来跟各位大家分享，希望我们世界的莲友大家自我要求，慢慢的提升自己，你的道业日日进步，你跟佛的心也都能够时时相应。我们呢就替所有的莲友们欢喜祝贺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